Hello，大家好，Jackie 啊，陳志平，香港中六號創辦人。嗱，咁而家咧，我已經嚟到係古茶山啦，已經係做緊茶，每日咧都同茶打交道，或者同茶農啦，或者係沖泡茶，總之都係同茶相關嘅啦。即係每日都做緊呢啲嘢。咁每一年嘅春天咧，我都會嚟到雲南，係呢杯茶最源頭，將呢啲最原汁原味嘅茶咧，可以話係全世界最生態嘅茶咧，帶翻香港咧，同茶友們一齊去分享嘅。咁如果大家真係對飲茶有要求嘅話，咁或者真係想飲一泡純正嘅古樹玻璃茶嘅話，咁咧就要嗱嗱聲嚟到尖沙咀嘉陵嘅老道51號咧，因為我哋做咗好多靚嘅純正嘅名山名製古樹茶，而且喺香港咧攞咗好多年嚟亞冠，本土品牌可以話都係第一家。好，品古樹茶，品中六號，多謝大家。